哦呀，对这个阿斯利，OK，造无间罪的众生，或者进入密尘对金刚阿斯利产生邪见的人，将投身到这一地狱，而以其他业力皆不会战胜于此。我这里可能要稍微讲多一点啊，这个大家很纠结的地方。这样子讲也其实是，我相信今天我也会讲不出，那个讲不会讲很清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讲的很难清楚的一个概念了。第一个呢，有一些人呢，比如说一些藏地的上师去汉地，找了一些弟子，然后说 OK，你今天开始做我的弟子了，我是你的金刚二师了，你对我不能产生任何怀疑。更不用说是这个叫什么邪见了啊？为什么呢？你邪见了，你就是下金刚地狱，就是那个无间地狱，那就是这个18层地狱里面最严重的地狱了。所以就他们都非常害怕了，一开始。可是人的本性，因为金刚乘要改变你自己的本身的这个习气和贪嗔痴啊，这个方法又没有掌握，只是这个你和接触金刚乘的和接触金刚乘上师的这个关系，让你变得非常紧张，非常恐惧。可是这个恐惧呢，无法改变现实，你金刚乘一无所知的那个状态了。所以你对金刚石实际上一无所知的时候，你不可能说你和金刚上师之间的真正的参密业其实没有基础的，你懂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想多讲一点，但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为什么说没有基础呢？实际上呢，你完全金刚乘还没有概念、观点完全不动的时候，你有没有实际上入金刚乘的门，非常难说清楚的。如果你没有入，自以为我入了，自以为是他是我的上师，自以为我是金刚乘的弟子，但是有没有或是是不是真正的成立三昧一界，也是非常难说清楚的。你懂我的意思吗？因为很多都是非常个人的事情，因为我也不好说你的相续，我也不好说你的理解和前世的修持的基础，我更不好说是你对金刚乘的书生的特别的一些个人性的缘起了。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看起来呢，很多是第一个呢，自己对有金刚乘有极大的误解。第二呢，有一些有心的，就是不好的上司，我说白了，也有利用这样的一个说法来，就是其实要控制你，或者各种都有，可以说控制嘛，这个严重一点。那第三个呢，就是反正就真的很难说。第三个呢，你真的是入了金刚乘，你也得到了金刚乘的这个观点和这个巧诀和这个传承，你有没有真正的这个金刚乘的这个萨摩耶的这样的一个说法？肯定是有的。所以呢，现在我们呢，大家都非常喜欢去观点，对不对？所以那个观点到底是好呢，还是呢？今天也有人问了啊，有很多观点有什么用呢？有没有用呢？你看这个也是一直说不清楚的，因为呢，这个有没有用，这个用的定义就不一样了。有些觉得我摸一下，或上师给了一个价值观点了，就是我得到祝福、祈福、驾驶，种下一个最基本的这种善的种子，接头种子，你的用。
就是从这个角度的用肯定有用。第二个用呢，你透过这个观点真正的入了金刚乘，你的现象学当中真正得到三昧耶的解题的话呢，有没有用？这个呢要看你对上师的心性，还有对三昧那个金刚乘的理解有关系了。第三个呢，有没有用是什么呢？真正能不能获得成就，殊胜成就，那就是更难说了，因为没有用了。实际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这样的质量的一个追求观点的方式，很难，就是我们能获得这种殊胜成就。这个有没有用的第三个定义，就是说我透过这个能不能真正得到这个好处，那就不一定了，明白吗？第一个好处肯定有的了，但是呢，你又接触了金刚乘，又不受金刚乘的任何的这种戒律的这个三昧耶戒的时候，到底是好处大还是坏处大呢？也是一直大家要关心和讨论的一个事情，是不是？你看很难讲清楚的，因为这个要全面要建立一个这个方面的一个认知，最终至少自己能找到一个自己比较安心的一个答案。这是我们今天要这个比较相对稍微全面一点讨论这个事情的目的。OK。所以我希望大家稍微的再去听一下我的看法啊，我的理解吧啊，是这样。因为这个呢，真的是你现在说是 OK，大部分听普贤上师演讲的都是其实金刚乘是有信心或者对热爱金刚乘，某种程度上在追求金刚乘。但是如果很多的这种细节，也可以说是很敏感的一个东西了，这个是谈的时候，如果你不愿意谈，有点回避了。哎呀，这个我就不知道，反正就无理了。我就是现在好像有点有信心、有亲近，感觉很好，我就这样就好了，就是一种回避的态度了。有时候呢，不好的事情说出来谈，全面谈。这个因为宗师仁波切的很多的书里面就是愿意这样谈，所以大家其实实际上，因为我这就是没有仁波切这样的一个智慧和表达能力，不然的话呢，其实就是仁波切经常在非常深入的在谈这个问题啊。你们都有看过仁波切的书吧？所以呢，其实我们这样要很多方面去思考了。所以呢，本来这种事情很复杂的一个事情的时候，不会有唯一的一个答案了。OK，所以你也不要过度的紧张。如果唯一的一个答案是全部的答案的话，那就是说你达不到这个标准，那就是你很惨了，你知道吗？或者是我自以为是这是唯一的答案，你很开心了，其实是自欺欺骗了。所以这种呢，就是没有唯一的答案。那为什么没有唯一的答案呢？因为我们的程度不一样，我们的接触的这种方式不一样，甚至过去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的，今天末法时代的对金刚乘的标准都不一样。萨拉巴大师的时候的观点的要求和今天我们参加观点的上师本身的这个门槛都已经降低了，并不是问题在我们这边而已。那是上师那边的问题，也不是，只是末法时代的本身金刚乘目前大概就是这个状态了。所以我刚刚说的这个问题的全面来看的话，其实非常复杂的。那可是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接触金刚乘是不是没有意义？也不是。所以呢，以我们的方式，按照我们现在的这个实际的这个环境和条件和这种情况来，然后再接触金刚乘，里面确定也有很多的是有证明的，当然是对我们就是很有帮助的，甚至我们也有机会成就红光神，都是能获得的。OK。所以有时候
非常严格的去讲的时候啊，我现在要讲的话，严格一点来讲，严格的讲法不是我要讲的严格，是我比如说有些里面说，一个破三昧一戒的人在那个你喝了同一个精是吧？精以前去那个水的地方叫精啊，或者我们藏文里面说龙巴几个去，就是在一个山谷的这个你在雅龙藏布 OK， 雅龙藏布的那个在这个最这个上端的那个地方有一个人是破坏三昧一戒的人。他喝过的水，下面你喝的时候，你也受到他的这种过患的一种干扰污染，有点这种概念。黏着，你看这个就很难以想象的。也就是说，他的这种破坏，也甚至同一个地方、同一个这个山脉的，你也受到一定的影响了，就这个意思。你在那边很渐渐闭关，但是对你来讲也是说的这部分在金刚萨埵的石油里面，帮助人们就会展开讲很多细节的，在下面有。所以呢，你们真正的想求大圆满的人也好，求大圆满，我的期待是什么呢？你们不要很着急。哦，这里今天有个上师，哦，他在传，哦，这个很好，这个其实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一个一个现在最基本的这些文思修的概念和实修的这个步伐，一个一个弄好，弄清楚了，很多心中的以后慢慢就是要这样展开啊，这是这个展现出来吧？不是是不是这样说可以吗？啊，就是完全是这样，贪禅自己，然后慢慢会就是可能会把助目前的这个普贤上师研究绝对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的一个引导文，它里面从头到尾你学完了之后，基本上你能找到一些基本修持上你能找到自己的答案了。在这个时候呢，你相对就很安心、很踏实，有基础了。那个时候你听到的这个外面的声音，就像一个金刚城里面的很多疑惑和现在听的，现在自由已经很好，其实并因为没有颠倒这些问题，还没有真正的去你自己特别去那种嘛，碰触它，而不是没有问题，只是还没有发现的。OK，通过这种文字，就像一个呃呃，像黄金呐、那些金属一样的啊。黄金的话呢，就是越烧越吹大，也连，也就是越好的那种。慢慢现象去当中，你获得的一些对法的定界了。所以呢，你看金刚乘的这个上面有多严重。可是现在呢，就是很多我们的师兄呢，自己根本不知道自己的这个目前的水准啊在哪里，什么样的状态，对金刚乘密法观点的这个理解其实都不知道，但是非常喜欢说那个他是这个破坏三昧一的，他是不清净的等等的，就是这个就是这样。这个其实也是这个不是只有华人呐、这个藏人也肯定一样喜欢的，所以这个就是整个的很多一般的人都有这个问题的。但是呢，三昧野的这种严格来讲的话是这样的，但是也有一种正面的说法了，我以前也说过了，比如说你得到过观点的人，或者哪怕是你第一的去看过贪嗔的人，你第一哦，有点带着邪见看了金刚乘的贪嗔，最终有一天一定你能获得成就的，也有这种说法的。所以这两个的这个说法的差异太大了啊。一个呢，就是你对金刚乘一点点产生邪见后，你对金刚阿斯利，阿斯利是什么呢？罗本，就是金刚上师了，给你秘法传承的金刚上师了。啊，有些认为是只有给观点的是你的金刚上师，其实不一定。
只要是这个传承无上弥续的，都叫做这个无上弥法的你的传承的上师。主要是尤其是你特别从那边就是这个学习了一些更细节、更次第的这种教学的这个金刚乘的时候，就他是金刚阿斯利。当然，你直指心性的这种上师，就是给你一些这个认识，大圆满心性的话，那就是这个金刚上师当中，肯定也是这个最根本的这个上师了。但是本身呢，什么叫根本上师？什么叫答案上师？我已经在《金刚魔水》里面有写过这部分的一个文章，但是现在很多的公众平台上的也不见了啊。但是有这个书里面有，我有专门写。我觉得也是有几个标准的，感觉派的有些上师对金刚上师不是金刚上师，根本上师的一些说法，还有这个格鲁派的 KGB 界啊，你知道啊，这个我们第14号同学啊，你也接触这个格鲁派的比较多，你也知道 KGB 界杰仁布切的这个三大弟子之一嘛。当然，但比到不 KGB 界，他是先米教主的这样的一个地位的啊。所以他有专门的一个有一个歌席问他很多问题，他对这个一个书面用专门写这个相关的回答的时候，有人问说谁是你的根本上师？柯志杰说，我有3个根本上师，2个是萨迦派，一个是就是吉仁波切宗喀巴大师。他每个的为什么他有3个根本上师，他就是有这个各种的，他这个详细的写了为什么他们3个成为就是这个根本上师的啊。当然呢，因为通过他们的教学，无论是观点和其他的教学，就是这个金刚乘，他就是现象学当中升起这个金刚乘的功德的对他来讲最有帮助的3个老师，就是他的3个根本上师啊。根本有主要的意思，但是这个主要的定义呢，主要也就是这个金刚乘的传承给了，不但是给了，还有一些真正实际的引领，还有实际的这个对他的相续当中升起这个功德有实际帮忙的。这个帮忙确实有这个缘分也在里面，就像我这样的一个普通人，也跟有时候讲一些课，有些人说是非常有帮助这个教育怎么样怎么样，那有些觉得哎呀没什么帮助他讲的就不怎么样嘛就这样，这个跟我讲的好不好没有100%的关系，这个里面的一部分是绝对是有这个所谓的缘分也可能在里面啊。但是无论如何从客观角度来讲的话呢，就是金刚阿斯利就是跟密法的特别的一个说法。然后对金刚阿斯利，因为这个金刚乘有14个根本界，听过吗？比丘沙弥的话呢，只有4个根本界，金刚乘有16个根本界。但是呢，大家觉得这个被解脱界的戒律呢，大家觉得这个是戒律，大家比较知道。但是呢，金刚乘有这么多戒律，就是多了3倍啊。但是大家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说我们今天要出家大家很难做到，因为做不到。可是呢，你今天要受金刚乘的观点，大家都觉得做得到，因为大家都根本这个戒律的根本解读完全没有概念了。没有概念、不知道的前提下，他们还是会去观点接受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就是比较严格来讲的话呢，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呢，我刚刚说的问题不是只有一个答案了，所以真的我们要有时候安慰自己因为呢，大乘有一个三教分别是什么呢？你不一定是你要全部都收，只要是你收其中一个根本上的一个根本，也可能会有能力慢慢你承受了现象学当中，就是其他都会受得好，明白吗？所以呢，为什么上师们很特别的愿意给这些普遍的观点和教授，其实也是有他们的道理在，不是他们要害你的。他们相信至少是这个概率上大部分可能会至少有接触比没有接触好。
至少慢慢可能会从这个当中能够获得，因为金刚乘的书生的这个价值和这个成就啊。如果金刚乘没有这个能力的话，那凭什么说金刚是那么书生呢？又没有特殊的这个接近，又没有特殊的这个加持和力量，又要那么受那么多的戒律的话呢，那就是就像一个做生意的角度来讲的话，他没有好处了，没有人会要他那个东西的。从商业的角度来讲，所以呢，我刚刚一直说是没有绝对的好坏，因为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呢？其实我知道很多的这学生呢，他说哇，这个金刚乘呢，这个你就是破坏了，就是上面也会要下地狱，而且是这个无间地狱啊，或者你这个，尤其是现在呢，这个上市呢，非常能不生气怀疑或者有些看法的，知道吗？今天觉得哇，这个上市很好很好，可是过几天可能会上市，哇，为什么它是这样？明白吗？有可能有实的，有可能有不是的，别人说的，自己看的，有可能你看的是客观的，有可能是正确的，有可能是因为有自己个人的理解和情绪有关系的，无论是什么前提下都是这样。所以呢，哪怕是你产生刹那的这个念头和这个有一些不认同或有一些的话，难道是你马上要下地狱吗？永远出来吗？其实太可怕了，对不对？如果我们用这样理解，很果断的这样理解的话，其实是对金刚乘的理解是不全面的。OK，但是呢，那有没有这个可能？也不能说没有这个可能的。所以呢，我现在好像都讲了半天，也没有讲一样吗？是不是？什么都没有讲到的感觉吗？所以呢，实际上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唯一我觉得重点放在我们力所能及的比较往好的方向去想，我们能做的就做，我们要相信自己不会下地狱，我不会属于在那个行列当中。OK，那他有一个方法是什么呢？就是继续保持着对金刚乘的信心。一旦你这上市产生一些念头和这个邪见，当然也要更具体谈这个邪见的话呢，其实也是很多很多细节的。第一个邪见是从完全比背叛他对立的，就是那样去干出来哦，那就是真的是邪见。只是一个工作上做法上风格上就是稍微不认同，他是不是不亲近的事，不是那个你的这个心态算不算有点不亲近啊？经观上是不是有点问题？肯定是，但是不至于邪见。但是这个邪见也有两种邪见，一个是刹那年度好像上司是人啊，上司是一个普通人，那个都是从金刚乘最高的标准来讲的话呢，是邪见，知道吗？瑞冲巴是梅拉里巴的大弟子啊，他觉得哦，梅拉里巴在人间，梅拉里巴已经老了，所以那是邪见，严重邪见。所以邪见的标准和定义又是非常复杂的。大家记得吗？有一次那个阿能尊者，上次那个维摩诘经当中，阿能尊者的公案，你们记得吗？维摩诘经，Vicky 你记得吗？爸爸，佛陀叫阿难尊者去问那个去看病的时候，阿难为什么拒绝了？这个公案你们记得吗？我们已经讲过了。不好意思，上师，我这会儿想不起了。OK，谁能想起来？我有奖励。阿难尊者到维摩诘那里说，佛陀有小样，就是有病了，然后维摩诘就是菩萨就批评他了，就是那个意思啊。嗯。反正就是大概是这样的，就是让阿难只是一刀出来去外面要好拿药啊，类似这样的，就是要一个东西。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有点生病了，就身体不舒服，什么他要一个药啊，怎么喝的东西，对吧？哦，对，想起来了，是去拿奶，
是，OK，去拿奶。就是最接近金刚乘，所以那个时候这叫什么？维摩诘尊者骂了一顿，哎，艾玛，你这动来动去啊，我们的37同学37号。所以呢，阿难尊那个被骂呢，这个叫什么？为什么那个维摩诘尊者阿难尊者被维摩诘尊者骂呢？因为他说是佛陀永远远离一切的病苦了。你把他视为有病有苦有痛苦的人，就是你最大的邪见，懂我吗？所以金刚乘的这个上师本身，我认识了一个藏地的喇嘛，很厉害哦。我现在有了自己的上师，我要把他视为上师。其实有时候是这种是一种魅力的误会了。但是这个误会当中可能会这个有可能就像中乐透一样了啊，就是可能会真的是这个因缘到了，这种缘起真的可能成为很好的师徒关系，你一心一意的很专一的这样，然后他也刚好真正的教你这个金刚乘的这个正确的此地，然后你在这个当中慢慢成长了，你有可能最后有很幸福的。就像我以前有一个监狱里面有一个狱友，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个企业家，嗯，他后来的婚姻就已经算是很幸福很好，但是他说他相亲的对象就是两个都是藏人传统的那个康巴那边的，他说他们结婚那天第一次见面，这一生从来没有见过面，也都是父母安排的，明白吗？所以呢，我们说不上他们之间有任何的这种感情基础，任何的这种彼此了解，但是呢，就是如果有时候这个姻缘对了。那就是他们的相遇的过程，就慢慢成为了这个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所以有时候是我们这种上师和弟子和这些关系都，尤其是我们呢，就是觉得他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最终有这样。那有些呢，就如果你遇到不好的话呢，那就是会有不一样的结果了。所以我为什么又要讲这个呢？就是我们说的要金刚阿斯利，就是金刚上师。OK，金刚上师呢，叫我们佛法密须的传承的这样的一个上师。你跟这个上师之间的缘分和这个遵守这个三昧一戒是，还是依然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呢，这个怎么看待金刚上师呢？那也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了，真的是复杂。为什么刚刚说呢？如果这个金刚上师能视为真正的佛，如果你有真正的佛法的见地的时候，有可能，尤其是他空说的、宁玛派说的这种、甘举派说的这个光明智慧的这种见解上稍微有所了解的话呢？上师关于佛是相对的比较容易的，有理论基础的。不然我刚刚说是藏地突然来了一个喇嘛，我就是他是佛，就是这个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去想，怎么去讲探出这种视为上师视为佛哦，他就是佛菩萨的化身佛，但是他是从什么样的一个角度在理解这个事情？这其实是在学金刚乘来讲的话呢，最关键的。他就是很单纯的哦，他就是这个金刚乘学，就是他上师要佛，其实最后不会因为这样而变成佛的，知道吗？他有一个真正的视为佛的时候呢，无论是先界上、世俗意义上，上师可能是更普通，就是连一个基本的这种可能，就像阿丘尊者的他的上师，世俗意义上呢，他是残疾人，40年他天天照顾他，有时候是阿丘喇嘛他上师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去开会，然后就在一整天的那些工作就批读他，批斗他的上司。斗完了，然后就是晚上这个生不如死的那个上司，再放在自己的肩膀上，回到家又继续照顾，
一般人我们这个父母都没办法这样照顾的。可是他内心当中不会哇，这个老头子啊，这个怎么样？连他自己都就是这样啊，泥菩萨这是难报的啊，他有什么功德？他从来不想这样。他在内心当中完全保持着上师就是佛，但是他实术当中呢，他没有这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把他当做自己的这个父母，比父母还更那种那个的，就是顾自己的。因为阿丘勒玛是很有勇气的，完全是我看过他的传记，我还参与过他的传记的编辑，知道吗？20年前，他是非常有勇气、胆囊的，他对着这个工作组、这个共产党是完全不怕的。他完全是不在乎他自己的生死的，这样照顾40年，最终叫他真的是获得上师的这个价值。所以阿丘喇嘛为什么后来成为这个宁玛的大圆满法里面最重要的？我看他的传记的最终获得的结论，就是他照顾那个老人家40年，我相信他圆满了他的所有的福德质量、智慧质量，知道吗？所以这个金刚真实就是很难，一句话或一个概念或就是我们一般的一个个人的一个理解，马上能找到一个唯一的答案的这样的一个复杂的一个概念。所以上师，比如说血间这个问题啊，那这个状态当中，究竟上你从金刚乘的角度，从大乘的角度，从光明智慧本来清净的角度，那就是上师是佛菩萨的显现，智慧的妙用。如果这种观念放进去的时候，你上师入佛、观佛，上师相应都是非常容易的。这个跟世俗的很多的你看到的这些东西，其实实际上比较没有太大关系了。如果完全以自己的境界、价值观认同绑定上市之后呢，其实你是寸步难行的。你金刚乘里面其实完全是你没办法真正的能够拥有这种观念。这个观念的前提下，你无法理解你对上市产生已经就你下最下面的那个地狱为什么这么会一回事，知道吗？更难理解的。所以呢，这样理解说，哇，原来是这样的话呢，你对这样的一个书生的概念，这种金刚，这个究竟的上师产生邪见了，那你先未必着这个，那可能是你这轮回当中最苦的轮回了。我觉得他有逻辑的，知道吗？他们说哦，你就是邪见金刚上师，然后就坠下那个无间地狱，其实是有逻辑的，有一个逻辑，有原因，他要标出什么东西在里面，这是金刚乘最伟大的地方。但是如果你这个群民没办法理解，你不愿意听这种文字的时候，你非常容易产生误解。所以为什么金刚乘不能公开的原因，不是因为金刚乘有错误，但是金刚乘的那些话呢，就是就像一个刀一样。OK， 这个有2个，那叫什么？说一下，终于，Yeah，Vicky，Yeah，Steve，你说融资，双刃剑，双刃剑，双刃剑，知道吗？一般我们刚刚接触，我也不敢讲这些了，都讲好好好，这样。但是现在我们已经讲到这个金刚这个乘的这个普贤上师言教了，所以就是这部分如果没有一个比较客观和理性的一个理解的时候，我们就非常难正确的理解这个金刚乘的很多的这个细节和它的原理，它有它的逻辑啊。所以呢，如果这个不理解的时候，你就在平民的时候，我说有些人会利用它，自己也会就是先入为主的，会想很多这种，而且更容易产生很多的偏见、极端的想法。因为金刚乘里面，如果你把它这个没有任何这些理论基础、正确的政治这个见地，然后就说哦，我的上师就是唯一的好，那就是一件宏伟变。OK， 不能这样讲，就是那种激情呐、每个人都可以有，但是不长久嘛。有这个理性的这个基础是肯定需要的，明白？
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为什么，这个对上师产生邪见的时候，对整体金刚乘当中的这个上师的概念，还有上师和弟子的这个实际的这个关系和连接，然后我们怎么真正的究竟的这个上师的看法，要什么样的一个态度，然后稍微要全面了解的话呢，那就是你看到这样的字眼，就是也是正常了。你也不在乎说是不是我今天对上司有点什么，是不是有点谦虚了？明天我会不会下地狱，无药可救嘛？也不至于这样，知道吗？所以我的答案还是一样的，这种没有唯一的一个答案，只要方方面面去更多的角度，然后就是最终要得到自己。OK， 我是这样学金刚乘，我这样看待上师。那我哪怕是现在做不到100%那么亲近上师，我是因为凡夫人，还有一些，但是第一个我相信就是要愿意对自己的这个上师的信心也好，法的信心也好，愿意这个培养。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拉曼提诺的时候，也就是提醒所有的诸佛菩萨、上师本尊了，然后就是现象局当中我要升起无造作的信心，升起不退转的信心，对吧？因为你发现了这个不退转的信心的价值，就是不退转的信心是非常了不起的智慧呀。那么说你发现了这个就是不动摇了，你自己有自己的一个非常坚定的立场和看法一样，那个时候是不退转，叫什么道理大法，这样最好的。所以那些时候不是盲目的哈，不是这种极端的不能极端，真的不能极端。所以我们刚刚学佛的时候，尤其是刚刚学金刚乘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过度的热情，或者过度的那种期待是一个过程。但是呢，如果有这个常识，甚至是文法，然后这个比较愿意坚持的话呢，就比较容易走过这个路就像感冒一样。感冒之后呢，你还好好的去知道怎么去这个那个增进身体这个方面的话，其实这个感冒就3天就好了我现在比较有经验呢，这个我上次快要感冒，但是我知道怎么照顾自己，就第3天就真的没有事了这是一模一样的道理有什么？OK，我讲了一大堆，就是我希望这个，就因为这个是一看这个字，然后就是说 OK，你上师产生邪见了，那就是你会下地狱了。这样的话，就是有些人觉得哇，太可怕了，我不干了，就这样。可是这个当中当然也不是没有好处的他就是二话不说就是这样，他乖乖的就是这样。那也有这种做法成功的案例，肯定也许有。但是更多人现在就是不会有更多想法的呢？为什么是这样？又找不到一个合理的答案，有那些有恐惧的。我以前遇到过有些，他说我现在对这个上司没有信心，以前我入他的群什么的，但是呢，我如果退圈了，会不会他会什么？他的护法会不会怎么样？很多的这种恐惧这是很可怜的。来自这种呢，就是内心又没有信心，知道吗？又不敢表达，就是这个，或者这些呢，就是最终就成为了一个恐惧一个就没有任何意义嘛。那个时候，当然你用智慧纠正自己，消除这些邪见不经观困惑的了，那是好事了所以这些就我刚刚说的，就是没有意义的答案。所以今天我讲的都是，不要以为是你们说到底我唯一讲了什么，其实没有了。我就是方方面面的跟大家分析，或者就讲了一些这方面的一些观念。但是最根本我说的是，就是这个邪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上师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很多的这个全面的理解这个方面的一个了解是非常重要的。
OK， 所以这个了解的程度不一的时候，要求也不一样，而且同时呢，对你得到的利益对你来讲，这个上市的意义也不一样的。OK， 所以没有对比了。实际上，你在什么样的程度，大概你能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能看待，然后你能获得这样的一个 OK 帮助，对你能获得这样的帮助了，是吧？同一个上师，比如说巴珠仁波切是我们说的他活菩萨，在咋去看？可能对有些人来讲的话呢，这是一个还是普通人。虽然扎什卡瓦第八说仁波切没有什么特别的邪见和看法，但是至少呢，在很多人的眼里跟他没有什么关系的。我有一个笑话啊，我们扎去看的一个人做的不对的地方吧啊，也可以这么说。以前那个波巴智库，我的出家尊者的上师叫波巴智库，他从那个狼珠这个西藏现在的那个南方，那个叫什么多鲁，那个地方叫中文叫什么名字啊？那个叫公布，多鲁布，不是大布，大布叫什么名字啊？中文叫什么？大布。大波县有没有大？就是在这个西藏南区最南方的一个地方了。然后从那边过来的时候，他从远处问梅邦仁波切，当然很多人知道，越离扎去看越近，越少人知道梅邦仁波切了，因为那个时候梅邦仁波切圆寂不到10年了。所以他本来想见密方仁波切，但是后来那个时候密方仁波切圆寂了，但是结果离扎去个越近的部落就不知道密方仁波切是谁，知道吧？离扎去个越远就知道密方仁波切的大名的越多，所以很多的上师的存在，绝对就算再厉害的上师也对所有的周围的人，无法产生一样的这个效果了啊，作用了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这个跟自己的关键在于有自己的一个境界、自己的见地、自己的福报、自己的人质、自己的根器和这个金刚乘和这个关系层面的这种成熟有很大很大的关系了。所以呀，今天我们就很多讲了这些。OK， 我就现在不讲了啊，我们就继续。密乘，密乘对阿斯利，进入密乘的人对阿斯利产生邪见，为什么？因为这同样的一个概念，虽然呢，就是好像这个后果很严重，但是呢，如果成功了，我们对这个金刚阿斯利的认知，对密法的认知，对观点的认知，全方面比较这个缘起没有错乱的话，我们就是即生成就，最有可能就是能成为最了不起的这个无上成就者啊！所以呢，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双剑双刃剑一样，仁波切不知道啊，仁波切没听过，大波。OK， 我们请菩提树。